正喺中國太空站嘅神21乘組即將完成在軌任務，神23乘組預計今年上半年升空。中國載人航天工程辦公室發布神舟23號載人飛行任務標識，採用圓形設計。據介紹，3粒五角星對應執行任務嘅3位航天員，左側以長征2號 F 運載火箭發射為主體視角，搭配金色長雲、如意紋、傳統吉祥元素同現代航天科技相融。航天辦公室嘅介紹冇提到圖中左側嘅紫荊花圖案，而央視旗下平台空天逐夢就提到標識藏住紫荊花圖案，正係香港特區區旗區徽嘅重要組成部分。中國載人航天工程辦公室今年2月曾經公布，今年2次載人飛行任務，包括神舟23號同神舟24號，並且提到嚟自港澳地區嘅航天員有望最早喺今年執行空間站飛行任務。當局至今未公布2位港澳航天員嘅身份。早前有消息指，香港嘅載荷專家係嚟自警隊嘅女總督察黎嘉瑩。中國每次飛行任務都有獨特標識，往往包含呢一次任務嘅特色。例如神舟7號就象徵第一次有中國航天員出艙，神舟9號融入龍鳳圖騰就象徵第一次載人交會對接技術嘅突破，並且以鳳凰符號致敬中國第一位執行任務嘅女性航天員。無線電視記者劉慧儀報道。內地北方多地持續高溫。氣象部門預計最快要等到週末降雨，先至能夠緩解炎熱天氣。雖然俗語話未食5月粽，寒衣不入籠，但喺農曆3月底，北京天氣已經持續酷熱，連續4日最高氣溫超過攝氏30度。午後喺延慶區更加錄得37.2度嘅高溫。河北、山東、天津嘅天氣亦都炎熱，局部地區氣溫升至35度以上。氣象部門預計未來3日，長江以北地區氣溫繼續攀升，部分地區最高超過37度，將會係今年以嚟最高溫紀錄。氣象專家話，內地5月氣溫逐漸回升，加上濕度比夏天低，天氣會變得更加熱。有醫護人員提醒，高溫天氣可能會令到皮膚出現紅斑、水腫等等嘅症狀。紫外線過敏和曬傷是2個不同的概念。有些人即使在並不強烈的日光下，外露部位，比如說面部、雙耳、手背、胳膊等處，仍然可以出現紅色的皮疹和瘙癢的症狀，嚴重的時候還可能出現腫脹。不過中央氣象台預計今個週末北方多個地方會迎嚟降雨，氣溫將會隨之而下降，部分地方嘅氣溫可能一下子跌大約10度。氣象台同時預計未來3日福建、廣東、廣西、江西等地繼續出現強對流天氣，可能引發暴雨，甚至乎係冰雹等等。無線電視記者陳尚軒報導。時事中國講到呢度。